好，我哋唔好煩，嚟讀一次。呢個字讀 om， 然後呢兩個波啦，係咪啊？直情係呢兩個字嚟噶嘛 om 波啦。然後啦 morning， 我好想寫咧 morning 嗰個 morning 落去，係嘛 morning calling 娑婆訶，係咪好簡單 om 波啦 morning calling 娑訶，係啦，咁你可以照讀翻你平時嘅娑婆訶。Om 波啦摩令陀令娑婆訶 Om 波啦摩令陀令娑婆訶。好啦，你話望住嗰啲字都唔識嘅，望住個拼音，望住個譯音。Om 波啦摩令陀令娑婆訶。讀呢個就有幾好咧，練啊！佢名揚兩利啊！即係佢正嘅地方係，如果你在世你係自己有修持，你怕有業障，你想身心自在，你想福慧雙增，甚至乎你想喺今世順利地臨終嘅時候可以決生淨土咧，連藕益智旭大師佢自己喺連臨修淨土之前嘅功課，佢就自己持咗100萬遍嘅滅定業真言先，佢仲有其他套餐嘅嚇，佢滅定業真言啦、觀音靈感真言啦、七佛滅罪真言啦、藥師咒啦、往生咒啦等等，都各10萬。但係你睇下呢啲全部各10萬，但係佢個滅定業真言呢係以100萬計，佢念咗100萬，然後佢先念其他，好冇？有冇指定時間念？冇。即係話你一朝早起身，你可以念，念到你坐車返工或者坐車嘅途中，全部都可以念。